我哋租咗20間出去啊，開呢個價錢全東九龍最平嘅。呢一個老細咧，佢啲物業超過2000個嘅。喺呢度住嘅話，會唔會趕我走？即係正常咧，呢1-2年就冇乜人查，查係睇消防嘅啫。尋日我哋報道呢間工廈有人涉嫌將單位改成咗豪華住宅，你以為只係入面豪華，佢哋連出面公家嘅地方都裝修埋。喺呢棟大廈返工嘅黃小姐話，佢哋仲無法無天到趁住管理處休息唔喺度嘅時候，靜雞雞喺出面鋪晒啲靚地磚，但係佢哋咁做就完全冇諗後果啦。其實咧，佢改咗個地下咧，因為本身咧嗰個有個水平線嗰個位置咧，係愛嚟，譬如如果真係有啲單位漏水出嚟嘅時候，係防咗咧流入去架 lift 嗰度嘅。咁但係個問題佢起高咗，咁你啲水就會流咗入緊 lift 度，會令到咧大廈 lift 咧個 lift 槽底咧就會水浸。假如水浸未真係大鑊，不過講到水，我哋去睇樓時留意到入面嘅走廊有個位置好似行山咁，凸起咗好似個小山丘。究竟呢度下面係咩嚟嘅呢？點解行下有高低嘅？佢有條走水啊！其實呢個位置咧，正常你租邊一間都好啦，都唔需要經過佢嘅。咁我係正方形。哦。你租呢邊，咁你都出入啫嘛，個門口就喺呢度啫嘛。係啊，咁你租另一邊咪向另一邊行。明。所以呢個位置佢專登揀呢個位。原來呢個小山丘下面就係會集晒所有小單位嘅去水渠，去翻原有工廈嘅污水渠，海納百川，是但一條渠爆起上嚟都難以想像。我哋都係第一次見咁樣改建單位。呢棟工廈業主立案法團嘅秘書陳先生，佢都表示好擔憂。因為我哋試過，即係水喉爆之類啊，咁咧就噴咗落嗰個電箱嗰度啊。哦，就更加嚴重。我唔嗰個爆晒咯。1A 單位嘅電箱，每一個係300M 三相電嘅。係。OK。咁呢一個咧就係1B 嘅電箱，每一個係300M 三相電嘅，即係總共咧呢兩個單位夾埋係用咗600M 三相電。就係如果做翻單相電咧，即係話佢係1800M。嘅單相電唔細嘅，咁如果佢哋呢度出事嘅時候咧，你會發覺係有問題嘅，你會諗到係點啊？呢個一定係走唔到噶啦。Hello， 你好啊，我哋東張西望㗎，想問下負責人今日喺咪度？哦，我哋想入嚟睇下個電錶，可以望下邊度啊？電錶？係啦，呢個位，係咪差唔多完成可以開始租俾人嘅？都應該差唔多㗎啦。哦，但係今日嗰個負責人喺咪度啊？我哋想揾佢。我見到呢啲燈啊，有晒冷氣啊，咁咧呢啲係咪即係出租做劏房啊定咩咧？出租係劏房，我淨係負責裝下電燈嗰啲嘢㗎咋。其他嘢我真係唔知。你做電啦，你覺得啲電負唔負荷到咧？300M 梗係負荷到啦，我而家呢度俾100M 出去啫嘛，300M 走出嚟俾咗呢個100M 㗎咋。如果個個都開晒冷氣嘅話咧，夠㗎。我哋繼續望下先。嗱，我見到佢寫住係 workshop， 你覺得點咧？我哋唔理係咪 workshop， 但係最主要嘅問題，佢要經過合法途徑去申請。佢係 workshop 好，唔係 workshop 好，咁佢都要經屋宇署去睇過佢嘅圖則，究竟嗰個負荷可唔可以負荷得到？咁呢一個先係我哋 concern 嘅問題。當然係佢話 workshop 啫，佢一定講係 workshop 嘅啦。咁個問題係佢有冇合法地向屋宇署申請去咁樣去更改咧？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每個單位而家都係有廁所嘅喎。邊度見到咧？你見到呢度啦？嗱，呢度有廁所咯。你睇到，因為佢廁所係影響咗我哋大廈嘅排水排水系統。咁你就咁睇，我哋行個圈啊。呢度成個單位啦，大約有幾多間咧？我數下啦，我哋數下。呢個出口嚟嘅應該，呢個唔係，呢個應該唔係。所以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
11、12，呢度都有廁所㗎。12呢度，13、14、15、16。16間呢度，全部都有廁所喺度。16間咁多，如果兩邊單位間嘅數量一樣嘅話，加加埋埋咪有成32個小單位。咦？點解大門呢一邊仲有小單位嘅？我哋見到陳先生提供嘅呢一層單位嘅圖則上面，發現 A、B 兩個大單位中間嘅呢幅牆改建咗偷位，改成更加多嘅小單位噃。屋宇署其實有規定嘅，任何嘅分層嘅工廠單位咧，都唔可以轉作為呢一個住宅嘅用途嘅。任何點樣申請都好，佢都會被拒絕嘅。咁因為工業用途咧，佢本身係包含咗就係有啲製作嘅過程啦，咁同埋咧就會係儲存咗一啲係危險同埋一啲可燒嘅物品嘅。咁係規定咧，就係如果任何嘅小型嘅工廠嘅單位咧，佢個使用嘅面積係少於80平米或者係861尺嘅情況之下咧，喺個單位入邊咧，亦唔可以加建呢一個獨立嘅廁所。咁亦都係勸喻咗有一啲係業界建築人士咧，就係喺呢一獨立嘅單位情況之下咧，如果有啲小型工程係涉及呢一啲叫做係獨立嘅廁所咧，都唔應該進行。既然唔應該進行，點解仲有咁多人仍然改建工廈做住用途放租呢？根據法團提供其中一邊 A 單位嘅文件，我哋見到原來租客同業主簽署咗10年嘅租約，而家 A 單位1個月租金34000，預計另外一邊一樣嘅話，兩個大單位1個月嘅租金支出大概係68000。但係如果成功以月租6000蚊出租晒呢32間小單位，1個月租金收入就有大約20萬，都仲未計水電費、雜費嘅收益，點計都係賺。我哋打俾改建呢兩個大單位嘅租客，睇下佢有咩回應。我哋東張西望打嚟嘅，想查詢一下關於嗰個大廈入邊，你哋裝修緊呢個室內咧，見到改建咗有好多個間隔，入邊每一個單位咧都係有廁所，又有冷氣機，甚至有啲有熱水爐。想知道你哋個工業大廈入邊裝修咗啦，有冇批文，同埋係用作咩用途嘅咧？用作工作室咯。咁就想問翻，我了解下先。明白，係，但係咧，喂。嗱，佢就話咧了解下先啦，咁就直接 cut 咗我線啦。租客既然了解下先，但係我哋喺租約上面見到該物業除作為非住宅用途外，不得作其他用途。咁業主又係咪知情嘅呢？作為業主，你知唔知呢件事呢？我諗佢裝修做乜嘢，其實我事前我點都唔知噶嘛。咁啊，即係見到每一個單位咧，入邊都真係有洗手間，又有冷氣機，又有沖涼或者係嗰啲熱水爐嘅。作為業主，你覺得點咧？好似政府都唔俾啦，係咪啊？應該簽租約都有問過佢，咁你知道政府劏房唔俾噶啦，咁佢都話係知道嘅咁。如果係咁，我要了解下先喎，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道佢裝修，我唔會問佢裝修嘅呢樣你做乜，嗰樣做乜噶嘛？係咪？明白。咁你怕唔怕？如果呢個租客裝修咗作為劏房啦，會違反咗呢個地契嘅用途咧？應該係違反咗啦，係咪啊？我諗到，我唔知我政府應該都唔俾直頭，政府應該係唔係淨係話地契喎？政府係直頭係取締喎。係啊，係啊。咁我有同佢傾下先，然後再睇下點樣解決問題啦，係咪？既然業主同租客都要了解下先，到底租客有冇對於工廈改建向相關政府部門申請呢？我哋分別向不同政府部門查詢，屋宇署同地政總署聯合回覆話，工業大廈並非設計作住用途。若工廈單位被非法改作住用途，住戶會面對極大嘅消防安全風險。因此，屋宇署會採取嚴厲嘅執法行動，以取締工廈內作非法住用途嘅單位。由於將工廈單位改作住用途會對住戶造成極大嘅消防安全風險，署方會於證實有違反地契情況後，立即向業主發出警告信，要求於限期前糾正違契情況，否則行使重收土地嘅權利。而消防處回覆話，工業活動引致火警及其他危險事故嘅可能性遠較住用為高。如居住於工業大廈內，市民未必知道如何處理工業大廈內外嘅各種潛在危險，亦未必知道如何應付緊急情況。佢哋喺逃生時或會遇到較多實際困難。
因此工業樓宇單位並唔適宜作居住用途，並會轉介予屋宇署及地政總署跟進。